已经看到可以了。Hello， 今天我们要来做欧加这里，我们已经泡好了一壶茶，啊，这壶茶是铁观音红茶，先准备好，是热的哦。OK， 然后呢，我们再准备呢，像这一种可以解冻的紫拉吉。或者是其他东西可以啊。好，我们来准备咯。这个一包呢，一包是配300cc 啊，先把它倒进去。好，倒进去之后再倒茶，这个茶倒300cc， 不要超过300cc， 250到300cc 中间哦。好，看咯。OK， 300cc， 然后要嘣搅一搅，搅好了以后呢，这个是我们用完的东西放在旁边。那这个搅匀了以后，搅匀了以后呢，我们可以用很多种容器来装，看你喜欢装什么样子的，也可以用心形的，什么都可以。好，但是呢，在倒的时候呢，要注意。还要再继续搅，因为它会沉淀到下面，所以要继续搅。好，我们闹一个圆的 ，OK， 然后就搅一搅，我们来一个方的。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，因为我们是做300cc， 我们把剩下的呢放在像这个里面，因为它有个袋子。可以盖起来，我们来试试看哦。那一定要它搅匀啊，要搅匀。好，剩下的再放在这边。好，我们只要先做300cc 就好了哦。这个300cc， 然后呢，我们要把它放在冰箱里面去冰哦。这个是热的哦，这个是热的哦。这个也是热的哦，然后放在冰箱里面去，但是不是很热的热哦，温温的，放在冰箱里面去冰去咯。Hello， 我们现在把它放在冰箱里去咯。OK， 放进去，然后等一下再来拿，来看看哈，看变得好不好吃。Hello，after 1 hour， 1个钟头之后，我们来看看哦。变什么样子咯？不，good。现在我们已经看它可以了，看这样子，有结冻了，我们也可以这样子吃，然后也可以把它倒出来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可以把它倒出来。把它倒出来了以后呢，我们可以加一个薄荷。那个薄荷在这边。好，这个薄荷进去，然后这个也可以放出来哦。好，放出来咯。好，那也可以放薄荷进去，也可以放玫瑰上去，放薄荷上去都可以。然后呢，那怎么吃呢？可能我们吃也可以哦，可能我们吃。从那么先吃一口看看，从那么吃一口会有茶的味道。然后呢，你也可以加蜂蜜，蜂蜜加上去以后，蜂蜜也很好吃哦。看，加了蜂蜜以后，吃吃看，好吃。没有加蜂蜜以前。先吃一口，
会有茶的味道。建议先吃一口没有加蜂蜜的，之后再加蜂蜜上去，会很好吃。然后这个也是一样，这个也是可以，直接看有关辛拉蒙肉桂加上去，也可以加玫瑰花，然后也可以加薄荷，都可以哦。很好吃，然后再加蜂蜜进去，也很好吃的。好，我们的我家这里果冻茶冻就是这样子咯。好，被我吃一口掉了，耶！大家试试看咯，看这样子好不好吃？很好吃的哦。大家在家里做做看茶冻，试试看。